夜間聊天室，你哋好，我係 Simon。日本嘅女首相就住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呢一個極度挑釁嘅議題去挑戰中國，究竟最終嘅結局會點樣發展落去？我哋要先了解中美日三個國家，佢哋心裏邊嘅計算、戰略同埋底牌。最重要嘅一個議題就係日本係美國嘅小弟，日本係要服從美國嘅指示。咁今次日本挑釁中國係唔係美國背後指使？答案就係特朗普要衡量利弊，喺兩難之間。美國軍方就已經知道，同中國喺沿海第一或者第二島鏈戰爭，美國係會戰敗。俄烏戰爭，美國嘅軍隊都唔敢落場，美國係唔敢同俄羅斯直接戰爭，只係利用烏克蘭敵對俄羅斯，消耗俄羅斯嘅國家綜合實力。美國係絕對唔可以同俄羅斯發生核子戰爭。同樣嘅原因，美國係唔可以挺日本同中國喺第一島鏈發生戰爭。佩洛西訪台之後，中國解放軍係不斷圍繞台灣島實彈演習。當時美國嘅航母包括咗福特號，就係遠離演習地區2000公里之外。同俄烏戰爭相比較，美國想利用日本好似利用烏克蘭一樣，難度係極高，可行性係極低。首先就係冇咗北約呢一個軍事同盟嘅參與，亦係美國同日本有安保條約嘅簽署，所以只係得美國單方面去支持日本進行呢一個軍事行動。最大嘅尷尬就係美國嘅軍方已經知道，推演出美國係會戰敗。中國嘅高超音速導彈係可以拒絕美國嘅軍事實力於第一島鏈之外。仲有就係萬一喺琉球同埋喺日本本土美國嘅軍事基地受到解放軍攻擊同埋摧毀之後，美國今天仍然係公認全球第一軍事大國，咁係唔係要反擊？萬一要反擊中國嘅美國航母戰鬥群，無論係航空母艦、其他軍艦或者戰機被中國嘅導彈擊中，咁美國嘅顏面何在？點樣向小弟交代？全球軍事霸權即刻受到動搖，印太地區嘅軍事霸權不再存在，第一島鏈嘅軍事霸權被殲滅。所以美國一定要警告日本，挑釁中國唔可以太過分，唔可以超越中國嘅紅線同埋底線。美國係唔會落場同中國開戰，所以日本唔好拉美國落水同中國開戰。咁仲有其他原因，特朗普係會對中國客氣，表示係唔會存在敵意，並且係會向中國顯示日本呢一個美國嘅附庸國，主人係美國，美國係控制得日本住。今天特朗普係睇啱咗一個世界局勢嘅方向，中美合作係可以共治全球，日本就等美國去搞掂，唔好俾日本去影響中美關係。唔好破壞2026年中美元首有4次見面嘅機會，其中係包括特朗普訪問中國同習近平係訪問美國。況且今天美國係俾中國喺稀土同埋其他嘅領域，好似中國買唔買美國嘅大豆，仲有就係中國對美國原材料物資嘅供應，美國係俾中國捏住個喉嚨。不過中國手上呢啲牌都有時間性嘅限制。以稀土為例，美國係可能需要10年嘅時間建立到自己嘅供應鏈，所以中國就要用未來10年嘅時間，逼美國盡量嘅就範。舉一啲例子，如果美國繼續出售軍事武器俾台灣，又或者提供武器俾日本，譬如中短或者長程嘅導彈，俾日本部署對準中國，咁美國嘅軍工企業就一定攞唔到中國嘅稀土。又譬如，如果美國嘅民用企業要攞到中國嘅稀土，就一定要放棄再打台灣牌，亦都唔可以打日本牌。咁中國暫時係唔提供稀土俾美國嘅軍工企業，中國就要揸得好緊，美國就要有大嘅妥協、就範、屈服，然後中國先至可以稍為鬆手。其他重要嘅議題就係美國仲應唔應該打台灣牌，美國會點樣利用日本，美國向日本施嘅壓力，中國點樣先會收貨，同埋中日目前嘅緊張關係會點樣發展或者結束。台灣牌自從上一個世紀50年代開始打，
今天就已經打咗呢張牌80年。美國係出售一啲又貴又舊嘅武器俾台灣，台積電又將會俾美國搶埋。今天台灣人民比以前係更加醒覺，美國都係要想吸乾台灣嘅血。今天中國已經係全球第一軍事大國，一旦中國係武統台灣，美國都唔一定會保衛台灣啦。台獨分子又冇自己嘅軍隊，台灣人民又唔願意參軍，唔想戰死，亦都唔想打巷戰。只要台灣嘅經濟一直差落去，就會改朝換代，民進黨就會落台。美國打咗台灣牌咁耐，今天唔單止美國失去咗第一島鏈嘅主導權，解放軍嘅軍事實力喺第一島鏈就比你強，再加上稀土俾中國鏈住嘅喉嚨。美國手上揸住呢張台灣牌，好快就會被廢棄，或者係過期而被拋出去。咁美國要唔要繼續利用日本？當然係要。日本就係一隻小狗仔，服從主人，願意增加軍費，對加徵咗個關稅又冇意見，又願意投資美國，咁可以喺控制嘅範圍之內。美國再利用日本，俾中國麻煩，阻礙中國嘅發展，又何樂而不為？特朗普就主動要幫中國手，將日本擺平。咁中國會唔會收貨？我諗就唔會，因為美國嘅動機係為美國着想，對住中國係做兩面人。高市早苗雖然知道美國係唔支持佢，講出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呢番言論，但係特朗普就冇叫佢收返呢一番言論。亦都提醒高市早苗有事嘅時候就歡迎佢打電話俾特朗普。可見美國對日本要留有一手，一班瘋癲嘅日本軍國主義擁護者，可能好容易係俾特朗普利用，製造亞洲地區嘅紛亂，阻礙中國全速度嘅發展。畢竟美國好似貝森特之流，仲有國務卿盧比奧，都係將中國視為對抗者。中國係會留意特朗普所做，相應回饋反擊同埋懲罰美國。今天高市早苗係冇計劃收回言論，高市早苗唔可以收返言論就係唔想落台。中國今次亦都要企硬，如果今次中國係軟弱，日本仲點會尊重你？中國嘅想法，高市早苗一定要落台，今次一定要令到日本口服、心服同埋屈服，否則日本嘅軍國主義又點會衰微？中國會對日本再加大壓力。對美國就要企硬，並且警告美國唔可以做傷害中國嘅事。中國唔怕呢個主人，自然嗰個小狗仔都要順服你。面對美國同埋日本，中國應做就去做。我相信高市早苗今次呢番言論對世界格局係會有好重要嘅影響，加快咗統一台灣嘅步伐。中國係會去肯定釣魚台屬於中國領土。高市早苗係會落台，日本嘅政壇同埋社會係會動盪，經濟係會下墜，美國最終係會露出尾巴，根本就唔會，亦都唔敢同中國戰爭。美國印太嘅軍事霸權係會消失，安保條約係形同虛設，日本交嘅保護費其實係白俾。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仲需要花啲時間去觀察。咁以上所講，我哋將來再驗證同埋更新。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未訂閱我嘅網友，希望你哋快啲訂閱。歡迎大家推介我嘅影片俾你哋嘅親戚朋友。下次再見，拜拜。